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次同大家玩一隻手機小遊戲啊。咁呢一隻遊戲呢，就其實童年都玩過嘅應該。咁我身邊呢就有位阿輝。Hello。咁我哋今次呢一隻 game 呢，就可以連機玩啊。咁好開心啊！真係。同埋大家都聽到個 BGM 係咪好正先？好惡啊！好正。係咯。咁好啦，咁我哋而家撳線上遊戲啦。咁由於呢隻 game 其實而家都唔係太多人玩啦，所以就好容易就揾到對方啦。OK， 嚟啦。你做咩？咁個玩法咧11點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停。唉。咁呢個玩法係點咧？就係佢講幾多點，你就撳幾多下啦。係啦，咁之後咧再撳停，咁就得啦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10點。喂，行一步。哈哈，我贏咗。好難啊！得嚟。我節奏嗰啲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我係右邊。3點。我係右邊。咁多咋？耶，又贏啦！完全冇難度啊！對手太弱啦。好耐添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2點。喂，點解嘅？好耐嘅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唉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7點。Yes。我鎖咗部咩？喂，即係繼續左手指撳呢個下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9點。喂，撳少咗一下，搞錯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好耐啊！喂，好狗啊！佢講幾點嘅時候，你唔可以講嘢啊！我聽唔到啊。自己數啦。我聽唔到佢講幾多點啊！自己數啦，我都冇聽佢講嘅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8點。Yes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1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2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8點。Yes， 哎。哦，撳多咗一下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8點。Yes。但係呢啲係叫不戰而勝啦。講呢啲嘢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4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8點。啊！搞錯，我哋唔好鬥快，我哋嚟一次鬥穩嘅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4點。1、2、3、4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6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喂，我哋鬥穩啊，唔係鬥快啊！我俾你誤導咗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7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3點。1、2、3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7點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12點。嗱，12點嘅時候，我哋就要翻返去原地啦。夠快，快！哎，停！哎呀，撳多咗下。係啦。都冇用嘅。唉，就嚟多一次。呢就叫高分低分嘅問題啦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2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5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好緊張。6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12點。話咗。哎。耶！啊，又輸。完勝。我唔信呢一個我一定會贏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2點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4點。哦 ，yes。
咁多咗啊！ Yes，啲手指定位太好狐啦。狸先生幾多點？兩點狐狸先生幾多點？ 10點喂，哈哈哈！搞錯，狐狸先再一次生幾多點？ 1點喂狐狸先生幾多點？ 2點，yes，狐狸先生幾多點？ 8點喂 yes，耶，贏咗啦！好啦，咁今次嘅影片玩到呢度先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玩呢個遊戲嘅話呢，可以喺下邊我哋會貼翻條 link 俾大家下載嘅，咁就 Apple Store 下載啦，係啦。Google 再幫大家揾下啦。如果有 Google link 就唔知有冇呢？有咁 link 好啦就，一定有啦。係咯。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個影片嘅話，就撳個讚啦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次有啲咩新遊戲再介紹俾大家啦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